Hello，大家好，我係比特幣家伙。今日咧就想介紹咧叮當嘅一件新道具，就係咧時間編號調節器。當你戴上咗呢個道具之後咧，你咧就唔會多咗時間用嘅，但係咧你就會改變咗對時間嗰個感覺同埋偏好。咁乜嘢係時間編號咧？簡單嚟講咧，就係你有幾願意去為咗將來嘅成果而犧牲而家短期嘅快樂。時間編號比較高嘅話咧，就即係話咧個人比較短視，成日諗而家同埋短期嘅嘢。時間編號比較低咧，就係話咧願意去等，願意去忍耐，願意咧去睇長遠嘅未來。咁小朋友一般嚟講咧，嗰個時間編號咧都比較高嘅。如果咧你要佢揀咧，而家俾一粒糖佢，定係咧聽日俾兩粒糖佢？咁咧多數咧佢哋都會揀咧，而家要一粒糖嘅，因為可以即刻食咗佢啊嘛。至於大人咧，相對嚟講咧，時間編號咧一般係比較低嘅。佢哋咧會諗多啲嘢啊，健康啊、風險啊、長遠嘅後果咁樣嘅。咁留意翻啦，時間編號咧就唔係一係高一係低嘅，而係一個 spectrum 咁樣嘅。如果有緣聽到呢度嘅朋友咧，就不妨咧撳訂閱嗰個掣啦，咁就唔會 miss 咗之後嘅片啦。咁翻去個故事嗰度啦。咁如果咧阿大雄咧帶咗呢個道具嘅話咧，佢會點呢？當大雄帶咗呢一個道具之後咧，唔會令到佢變得聰明，但係咧令到佢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未來嘅自己咧正在為而家嘅逃避咧受緊苦。因為平時咧大家都知道啦，大雄咧放學翻屋企咧就打機啊、睇漫畫啊、瞓晏覺啊咁樣嘅，又唔想做功課，又唔想做運動。咁但係帶咗呢個道具之後咧，大雄咧就開始改變啦，因為佢明白學習同埋做運動係令到佢將來有幫助，所以佢願意犧牲佢瞓晏覺嘅時間去做多啲運動，去睇多啲書。久而久之咧，佢喺學校嘅表現好咗，佢打棒球進步咗，亦都累積咗更加多嘅智慧，開始邁向一個美滿嘅人生啦。其實個重點想講咧，就係大雄咧唔係變得聰明咗，而係咧佢肯去承擔短期嘅少少嘅痛苦咧，會換取長期嘅回報。其實整個人類嘅文明咧，都係一個時間編號咧變慢嘅歷程嚟嘅。由打獵摘野果食，到農業嘅社會，就係明白到今日種下種子，將來有收成，其實係值得等待嘅。積谷防饑亦都係同一個道理，為咗未來嘅安逸去儲蓄。但係睇翻而家咧，人類嘅生活咧開始走向一個相反嘅過程。而家嘅時間編號咧，慢慢開始咧調翻高。你可以睇到咧，食快餐啊、揾快錢啊、短視頻啊，呢啲即時嘅滿足咧，開始成為咗主流啊。有耐性呢樣嘢咧，反而成為咗奢侈品。可惜嘅係咧，現實世界咧，我哋冇叮當，佢俾唔到一個時間編號調節器我哋。但係好彩，我哋有中本聰俾到比特幣我哋。其實比特幣就係現實版嘅時間編號調節器，佢可以開始慢慢降低翻人嘅時間編號。究竟佢點樣做到嘅呢？傳統嘅投資，譬如股票咁樣，你要成日去望住個市，成日要去睇啲公司嗰啲決策，留意嗰啲新聞。但係你只要視比特幣作為長遠嘅儲蓄，你只需要有耐性，有一個謙卑嘅心，長期持有。唔需要每日都為投資去做決策。另外就係俾我哋睇到而家嘅錢不斷被貶值，變相即係鼓勵即時嘅消費，造成咗消費主義同埋及時行樂呢一啲常態嘅出現。由於比特幣嘅供應係按時而且係固定，隨住人類嘅生產力不斷增加咧，咁我哋揸住嘅比特幣佢嘅價值咧，亦都不斷會提高。而唔會好似我哋而家啲錢咁樣咧，不斷咧通貨膨脹。所以我哋以比特幣作為儲蓄嘅話咧，就唔會被即時嘅慾望所控制到，而去即時消費，唔會俾個市場牽住鼻子走，去亂咁投資。我哋咧會學識有耐性咧去計劃將來。
今日嘅結論就係咧，高嘅時間偏好咧，就係比較短視同埋俾慾望控制；如果比較低嘅時間偏好咧，就係識得去睇長遠嘅未來，同埋控制而家嘅慾望。我哋人類嘅文明好不幸地喺1971年行錯咗一步棋，令到我哋嘅時間偏好不斷被提高。不過而家咧，我哋就有解決嘅方法啦。咁而你咧，又會唔會去選擇用呢一個道具呢？歡迎留言話我知。咁喺呢一個新一年嘅片裏邊咧，我都會有一個鳴謝嘅名單嘅。佢哋就係喺 Lostar 上邊支持我去繼續去做呢一個 channel 嘅人。OK，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歡迎留言理性討論，下次見，拜拜。